后来过来，针对着台北公馆圆环的拆除，台北市长周万安捌讲过，讲应该做的代志爱勇敢来做。啊，讲这2天挖公馆圆环的天桥顶有出现一个布条，面顶写讲万安做到了，施工期则拆比无拆也较顺。这个布条是引起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啊，台北市政府回应讲，无清楚布条的来源。环保局嘛讲无受到检举，也毋过早起一透早已经去甲布条拆掉了。环保局的车透早转伫咧公馆，敢若就是甲这布条再走。看废水源市场含台之间的天桥出现大布条，白底黑字写万安做到施工技巧，拆比无拆更较顺。民众翕来传到网络，这期敢是伫咧解剖，毋过有网友认为可能是伫咧甲人口水。先是跳过局处自行宣布要拆除，后来呢又拒绝亲自与居民沟通，向媒体说明。我想呢，无论这个工程后来结果好坏呢，蒋市长的专断呢，已经对市民造成了伤害。来看过去，伫咧拆公馆圆环进前，某民众伫咧共一座桥顶，大反对拆公馆圆环。这一边共一座桥嘛叫挂布条，对这件代志市府回应无清楚布条来源。环保局嘛讲，并无受到检举。同仁在道路巡查的时候，有发现这些张贴的东西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有污染到定着物啊，所以同仁他们在巡查的时候就把它撕掉。市长怎么看公馆桥上有出现称赞您的布条？事实上，拆公馆圆环真侪摆引起话题。蒋万安捌讲，该做的代志爱勇敢做。副市长李树川嘛伫咧面册铺文，即马这个社会用嘴的人伤多，用手背的人伤少。这一边有民众用手伫咧天桥把万安做到施工技巧，拆比无拆更较顺，嘛互公馆圆环拆和无拆之间搁一摆引起关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